成立20多档的台南市歌唱艺术协会，20档来演出超过1300多场。即届为了找找音乐的人才，训练精英，协会将伫7月20举办精英杯台湾歌谣歌唱比赛，公开邀请对着歌唱有兴趣的朋友，会用来报名参加。台南市歌唱艺术协会推展台湾歌谣已经20几年，走过了1300多场那我们一步一脚印到现在，说实在是蛮辛苦的。那已经走了那么远那么久了，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拔擢精英，然后让他创造舞台，能够薪火相传，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7月20号在华滨里活动中心办了一场台湾歌谣的歌唱比赛，能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选拔一些优秀的而且对老歌有兴趣的朋友，大家一起来传承，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台湾歌谣可以有一种抚慰人心维持我们社会和谐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把它发挥一方面是保存文化，一方面是让我们的文化有它发挥的功能。你当年担任该会顾问的市议员林美燕，日前特别召开记者会协助宣传，因为限量报名人数只有100位，邀请各地介意歌唱的民众报名就要紧。7月20我们歌唱协会为了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台湾歌谣，所以他举办一个非常棒的活动。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各位好朋友能够来参与，因为你对自己一个肯定之外，同时你透过这边，那你更了解我们歌唱协会它的会务在做些什么事情而且你如果可以的话加入会员，你更有机会去表演。这届歌唱比赛协会所挑选的比赛歌曲，拢是家喻户晓的怀念老歌。除了邀请对歌唱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另外嘛希望介意听老歌的民众会用在到场为参赛者来加油鼓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